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3天，4月11日，題目：無用的僕人。耶穌說：這樣，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當說：我們是無用的僕人，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。路加福音17章10節。主耶穌嘅這句話，乍聽之下似乎不近人情。點解佢吩咐我哋盡心竭力完成任務後，仍要自稱係無用嘅僕人呢？若真係無用，或者無需多言，但若果所行卓著，難道仲需要刻意貶抑，假稱無用嗎？苦心自問，唔知幾多次，我都係盡心竭力去完成神的工作，一啲都不敢怠慢。事後檢討，成績亦不俗，雖然唔可以因此而變得驕傲，但點都唔會話係無用吧。但係當我哋深入研讀呢句話嘅含義，便會對主嘅教導有更深嘅體會。原文中嘅無用，可譯為卑微或無權邀功。呢個並非貶低僕人嘅價值，而係強調僕人嘅本分。喺理解呢段話嘅時候，我哋需要將上下文一併思考。從路加福音17章7至10節，耶穌以3個修辭式嘅提問，引導聽眾按着當時背景去認真思考。第一，僕人從田間回來，主人會立即叫佢坐低食飯嗎？第二，主人豈唔係先要求僕人侍候，等主人食完之後，僕人先用餐嗎？第三，僕人完成所有工作後，主人要向佢感謝嗎？喺當時嘅文化中，僕人身份卑微，其職責就係服侍主人，履行本分後並唔期望酬謝。耶穌藉此提醒我哋，作為神嘅僕人，完成責任係應當嘅，並無邀功嘅資格。有3點值得深思嘅教導。第一，認清身份。我哋係神嘅僕人，並非主人，當以謙卑嘅心服侍佢。第二，履行責任。僕人應盡忠職守，無論工作大小，都當竭力完成。第三，正確心態。完成任務後，唔應該心生該傲或期待嘉許，而係單純為愛神而服侍。耶穌所強調嘅係僕人應具備嘅侍奉心態。佢期望我哋以甘心樂意嘅態度服侍，無意邀功，不為表現自己，更不圖世人注目，而係因着對神嘅愛，單純地付出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作為服侍神嘅人，你有冇帶着甘心樂意嘅態度，全力以赴地侍奉呢？第二，當侍奉缺乏他人嘅關注或欣賞，甚至遭遇唔理解，你有冇仍能持守喜樂呢？若然冇嘅話，呢種情況反映咗咩問題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感謝你嘅教導，使我省察侍奉嘅心態。真正嘅侍奉唔係為咗掌聲或讚許，而係出於愛你嘅心，甘心盡忠。求你幫助我喺未來嘅每一次侍奉中，都能以正確嘅態度榮耀你，使人蒙福。阿門。